来关心咱的选举，民众党的郭文哲召开国家地理记者会，伊是强调讲有权无这个总统制爱结束啊。伊讲伊若选调，伊要打造联合政府。也若民进党的赖清德昨昏是含党内立委的候选人去参加文化界的小庭大会，呼吁爱选对的人行对的路。也若国民党侯友宜是去台南拜票，伊是指记赖清德伫万里的居住违建的问题，另外也有台南的竞选总部疑似违规干涉政治献金的问题。提出大选的政见，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哲再去召开国家地理记者会，强调爱结束有权力无责任的总统制，国家欠缺财政纪律，还有司法失灵等等的问题，也要打造联合政府。国家的效能太差，天天在吵架，不能有效运作。我们要终结有权无责的总统制，要创立联合政府。最终目标是内阁制。不过，修宪的条件真悬，外界嘛关注推动内阁制度的时程。郭文哲讲，爱先为行政院长国会同意权，也有宪政管理来处理。那国民党侯友宜是去对手赖清德的本命区台南，去扫街拜票，嘛讲到赖清德因兜的违建，甲赖清德台南竞选总部疑似违规使用样品厝。赖主席面对所有人家相关的质疑，不要躲起来不说话。面对这个问题，你只要站出来，把事实跟人民做一个报告，让人民了解。针对时代力量的质疑，永德集团千万政治现金，甲台北港投资案有对价的关系。侯友宜强调讲，一切照法令办理。台北市政府嘛强调讲，标案以政府采购法来执行，一切公开透明。民进党赖清德早起甲立委候选人出席文化界田大大会，强调文化台湾，话讲爱选对的人，行对的路。所谓选对的人走对的路，就是走台步了。台湾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不能够走回头路。赖清德强调讲，爱向前行，不是行回头路。嘛强调国会立委爱过半的目标，若无面对议题的时阵，政党的力量在国会会无够力，对国家的发展来讲，绝对不是好代志。记者综合报道。